Hello， 大家好。2032年，布里斯本作為奧運主辦城市，即將成為全球焦點。而家你有機會俾小朋友親身體驗呢座奧運之城嘅獨特魅力。我哋 Welski 公司即將舉辦澳洲運動升學遊學團。呢個遊學團係專為10至18歲學生而設，結合遊樂、學術、專業運動訓練同埋沉浸式英語學習，等小朋友提升咗佢嘅體能，培養佢哋對運動嘅興趣，同時學習英語。今次嘅行程除咗有運動體驗之外，仲有好多好玩嘅行程。黃金海岸沙灘之旅，感受澳洲陽光與海灘，零距離接觸澳洲動物同袋鼠、樹熊等親密互動，親身體驗特色澳洲農場，感受純正澳洲農莊文化，學習、探索、玩樂，一次過滿足晒小朋友嘅求知欲。遊學期間，我哋仲會安排澳洲名校參訪，俾小朋友親身了解頂尖教育體系。同行父母亦可參加升學與移民資訊講座、學區房投資考察，為日後留學或者移民做最好嘅準備。一次遊學，全方位收穫。12日遊學團行程，大小同行，父母更可享優惠價。機會難得，名額有限，即刻報名，俾小朋友體驗世界級運動與學習之旅。